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高层官员是拢无在注重治安的问题，因为因是伫商业通讯软体顶悬咧讨论要安怎控制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的军事计划，甚至呢，国安顾问 Watts 也搁甲一个媒体的总编辑入去这个军组内底，所以呢，规个军事对话、规个部署拢互媒体看了。这件代志曝光了后，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拢在批评讲，实在有够含，一定爱进行调查。也毋过，川普认为这是小可信误娘。美国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贝格伫这篇标题是“川普政府信误甲战争计划传予我”的文章内底，公布讲早伫美军空袭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前4天，又接到国安顾问沃兹的线顶的邀请，叫伊加入商业加密通讯软体 Signal。2天了，伊加入总数18个人，合作乌色 PC 小组的群组，成员副总统范斯、国部长黑格瑟斯、国务卿罗比奥、中央情报局长雷克里夫和北京幕僚长威尼斯。高贝克原本把这个群组当作一个军生笑的群组，想袂到伫美军执行空袭任务的进程2点钟，伊看到国安高层的讨论过程，甲最后的作战目标、武器甲攻击顺序这寡细节，迄当阵伊也是拢无注问到，一直到空袭也门的新闻出现，伊才知觉到。原来群组咧讲的迄寡超现实内容，拢毋是咧讲耍笑，拢是真的。文章公开了后，媒体找相关的当事人咧查证，国安会发言人休斯证实，这个群组对话的真实性。川普讲，伊对这件代志拢毋知影。迄个事实是踮咧记者面前发生的，咱嘛高贝个是一个讲白贼信用歹的记者。Nobody was texting war plans, and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Thank you.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Atlantic. To me, it's a magazine that's going out of business. I think. 众议院议长蒋森讲，泄露作战计划是一个失误，也毋过佫讲对话显示官员拢真认真，做了真好。因为民主党议员讲，这是一项国安危机，爱做调查。If our nation's military secrets are being peddled around over unsecured text chains, we need to know that at once, and we need to put a stop to it immediately. 依照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美国间谍法规定，讲资讯的处理有真严格的法律规定。根据其中一寡条款，就算是真严重的疏失，不过甲这寡资讯按适当的保管地点转移，就构成犯罪。前国务卿希拉里透过家己设置的私人电邮 server 和幕僚交流机密资讯，就捌伫2015年到2016年互司法部调查。不过最后 FBI 是建议莫起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